情沟。来福德贵呀，快点开门去！啊，都困着了，那么只好让自家去开。不呀，三哥，是谁在敲门啊？是奴家。奴家，哎呀妙啊！等我开门来。哦哟，好多一只狼蜂，吃动汗毛棍都躲起来在。啊，小娘子，门一打开，请啊，请啊！小娘子，小娘子，小娘。我晓得在，一定是衙门里向的朋友晓得我张文元平常日家喜欢来了女客面上做功夫，所以今朝需卡紧这个喉咙，眼睛要不对，这样子哪家来寻我个开心果，喏。哪晓得吧？这生根本呀！人家人是要吓死人我！明早把我晓得了，我对那不客气。三郎是人渣，万事孽差。你莫非就是被那宋江所杀的孽性教母？三郎，哎呦，哎呦，喊你难道把我放了吗？哎呀，小娘子，关于头上有事，英雄本是宋公明，陈江毛，哎呀是江里，何苦找我来讨命？三郎何须害怕？你接近这来，看看奴家的容颜，必就是我啊！个人面孔倒是蛮好看的，个多名个鬼面孔有啥个好看呢？你不看吗？我看，我马上去看，我马上去看。让我去看看李青。
比才孙子是越发的漂亮了。
才定要为连理子。不知同年同月同日死，看去同年同月同生啊！你可是一片真心啊！岂这样？小娘子，那是粉饰你的凶心，我是哭了3天3夜啊！48号选手高文